我要何是贵贱？你杀我！杀！快杀！不，死有女要杀你！为什么？我什么？夫差，你还记得夫教之尊吗？夫教之尊，是我将贵贱10万大军杀人无情，是我亲手将吴国的经济插在贵贱身上。你好威风，你好得意。一番话说得我官场10年来是一回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你还记得贼里之尊吗？是贵贱领兵杀到太武边上，是用兵钢刀砍退父王上腿。父王他血流四肢，穿刺沙场，我还冤了。姐，你恨我，我当恨谁？你的秀才，我无法查完，我的退后你又难以排解。我们有缘相识，无缘相聚。在这无缘交界之处，我放你回去吧。山那边就是你的家乡，去吧，去吧。
你还恨我啊？那你就给百姓交给我真心诚意的爱我吗？不，大王，我不能啊！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大王，我。
子狠心一切伤他手，他口不言我来跟他放我引我太发抖。满山茶花千枝头，他年雪荷茶年泪流，我恨不得此生永在绝望去。千岁大红沟，杀不成，他不能将他许难他许。回宫门，有心事问。昨夜里雨相过，冰足寒冷。他知道昏君无能，命运飞腾，王宫已成了一座围城。夫妻肯随昏君，虐他去问，今日要闹地府天亲，君夫人驾到。拜见君夫人。
你谁是贵贱送来的陈丹姑娘吗？是。不算是妖艳美态赛西施，三分平色天风姿，鬼神的玉佛，王国的钟，岂用他淫乱恭维夺君子？君夫人，请上座，令我观察。是。听说陈姑娘奉天请安，前几天上山当了二官奉还，我特地为你带来了驱寒之药，多谢君夫人关心，这是应该的。陈姑娘初来古树，三途不服，还需多加保重才是。这药驱寒利湿，再为御药，陈姑娘趁夜喝了吧。姑娘请用药吧，是此谢君夫人。姐姐，大王驾到！夫人也来了。听说陈姑娘奉天请安，我是特地来看望她的。君夫人特意送来驱寒之药。哦，这是君夫人的一片心意，还是夫人想得周到。也能了，我请你一面。慢，我来。周大，身体好些了吗？承蒙他王关心好多了。你看，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山茶花，是我亲手采来的，和你家乡的茶花一样鲜艳，一样美。哎，多谢大王，不必陈姑娘，用药吧。哦，太烫了。大王，夫人，你怎么才发抖？啊，我是怕他为了大王。慢，这是什么药？这是驱寒之药。当真是驱寒之药。当真是驱寒之药。驱寒之药。巧啊，寡人也正魂气太深，替我心恨。大王，究竟什么样？此皮两样。我真想不到，你要杀他！真是，我要杀他！为了你的江山，为了你的社稷，难道不能两全吗？并看不同路，三虎不相容。无山一见，伤人有才，万一失的神月失手，是承担风言无忌，无上寡人。无上，是无上吗？他的
真人面目早已败露，他是赶紧派来你国军心派为吴国的妖女，你难道还不知吗？哼！我非杀了这个有个妖女不可！夫人，夫人，君夫人多一分宽容，少一分慈杀。她本是自龙孤女，苦水里长大。今日来我爷爷翻寻难成，谁总来嘛？富江山上杀人是马，为什么杀不来太平天下？恰了下愁山半人恨黑不要，谢关公无三方马，听吴歌乐吹和乐女不花。一太夫人，听此言，心事到父母欢色情父母你忘了5月4日冤吹声，你忘了吴王的血在王上，你不顾相国臣妾苦心劝，深夜你他难自拔，我不能眼看你马尽鸳鸯，我不能眼看江山才来杀。你不赞成半天赞我，你不要以死相逼。岂用他的国妖女论君家？要我杀人大此地是太无三官，长江西来。夫差，哼！我总算把你看透了，你有夫人之身，恰无丈夫之脚，臣但不是无国必亡，臣但不是无国必亡。夫人，夫人。来人呐！将军夫人送往西山，从今以后不准灭军。大王，臣但不是无国必亡，臣但不是无国必亡。大王，不快罪！舅夫人，请吧。大王，你不杀臣，但是在杀你自己。大王，杀死他，大王！
大王，有国大夫万里进宫就见，拜驾上朝遵旨。禀报大王，你要好生伺过节。是。今日万大夫以死来报，明日凌晨公证，为团的复查，深宫恶道，此暗道通向东门之外，当时御目击定，此际凶吉境界，万大夫命令境外必须动手，否则自缢。今晚同生，此生复查。哦，大王他此刻，你是越国女儿，越王在你。业务救济，求你出决。外大夫大雷越王接棒，接见。姐姐，姐姐。一片亡国之言，万里楼素心，要说无怨命。我总觉得一场灾祸即将来临。大王，万里离营之前留下密书一封，要我面圣大王。哦，
父子婿已将其子安送齐国，与齐王定下生死之盟，以配联姻为二，请他王责我做法犯。什么？有这等事吗？大王呐，伍子胥他本是楚国王臣，想当初杀楚王何等残忍，到如今他掌兵权，不让野心杀成代为挑起无用罪人，更苦恼他将其子安送齐国，与齐王定下了生死同盟，只得那自己道理应外恨。大王呐，怎能忘楚平王被吴越逼死三八，传统的教训。原来是此，与我滚！不要你们滚！走开！傅相公，你为何这身打扮？老臣一为先王祭道，二为大王存孝。大王，非大王非承担逆了情条，忘记了先王昔日水里之事，求人尽早。新谗言父王子，从今做了见东方月饼而今。没得来到，因为荒野一命难逃。可待你归屯身，在心高照，不胜愧，不胜重，江山飘摇。没奈何为他王，我骑马带笑，领营他王，我曾经是说得我自根好，无奈去讲，你不该姑苏太监上中红墙，赶紧趁我让一面，可见他年年进宫，岁岁来上，年年进宫自见机，最近小李恩上报，他送来两种煎肉汤，一恩报得心长长，两种不下不长了，问你君王为哪了？太太，可有此事？岂有此事？哎，那是因为水土不服。啊！既是水土不服，岂能错怪君亲？不去，两种明明是说道，你为何说水土不服？我真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！是。
休得无礼。夫员，朕来问你，朕接着偏父王子为门，夫人设定在巾帼人位，为何中途反位？讲啊，大王，据臣所知，吴相公每日也偏好心，想过怕大王沉迷酒色，故而怕幸福才抚养归来，规劝大王。寡人后宫之事，何用名义来操心？大王，朕再来问你，朕几次命令出师不进，你为什么总是按兵不动？大王，齐国远在千里，乃假仙之用；若果情在眼前，乃幸福之患。老臣真虽姑苏，为防不测。你骗得过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大王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据朕所知，你的心并不在姑苏。此话真假？我来问你，你儿子今在何方？你为何瞒着寡人将他安送齐国？分明是想利诱为何谋取江山？不，大王，不！大王，是老臣成年了。大王中年一儿，仿佛归山，沉湎酒色，从容贵贱，国破家亡已是朝节之间。老臣也满死不作心，爱之不顾，难道也要他与大王同归于尽不成吗？是，可以。你手惜之心，虎狼之口。大王，大王，寡人是你先王从楼进死才。先王错了结。先王的错了结，错了想当初出先王，此无望了，才错得锦绣江山，你万才强邦。我也曾出先王，远征出挑，我也曾凭奇迹写成酸我也曾先
你为何四次夸赞我？你为何四次夸赞我？你为何四次夸赞我？边将就将，宣大进宫。大王，阅兵突然发起进攻，急奉依令不正。你是什么？阅兵满进，请相国夫人率兵抗敌。副相国，他怎么样？调集新人神马，奔赴边关配援你。总兵一往至今，正中之于老弱残兵。你是什么？正中之于老弱残兵。你先去吧，寡人即刻先往。是。醉了，他们都醉了，就连托孤老臣也醉了。雷人呐，雷人呐，神面
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大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大，大。你一定要杀我吧！大王，大王有禀夫人儿这里，宫门只有3里之遥。说说去吧。是。大，快离开这里，从安道出去，出了东门，山那边就是你的家乡。去吧，去吧！不，你不能再犹豫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的心不让我走，为什么？我的冤仇未报，我不要杀你！一句话，刺退
的儿女，思想杀，不相残，不等得已。恰原来正一种肮脏气生的，正一面自作的霸王情，是真的血横流彻的千里，是真的掐了路断身心背离。
血同儿，谁人谁人你？为什么不背仇大王子？我不怕王君威，我不怕归于生命，我不怕死生夫妻。想不到20年后，我们又见面了。20年前，夫差方离归游，今日相逢，君王有当是何？当初天子有国贵物，无不去。如今天子无国贵乐，勾践岂能逆天行事？夫差大人是你为错，君王处事，江山为重。夫愿3岁相连，不给死来头上。死能学好，这苍生有救，福星有望了。夫差死也瞑目完了。是啊，完了。想当年天有此意，神无此心。如今人有此心，天无此意。去就来。大王，贼人不过。大王，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剧吗？
公元前473年，越勾践灭吴，乃北进至徐州。大会齐敬等诸侯共尊周天子，勾践号称霸王。从此，春秋诸侯争霸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时期，七国争雄的战国时期，战争连绵不断。鲁迅有诗为证：越王勾践或无归，亦是还家尽锦衣。宫女如花满春殿，至今唯有鹧鸪飞。